今日开始来关心车祸，这是国道1号往北167.7公里的所在，伫昨昏尾暗仔发生一桩死亡车祸，有6架车相撞，4个人受伤，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，到病院进前已经失去性命的现象。经过抢救，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急救无效死亡。一部自小货车撞击前方自小客车，造成该车往左偏移，并撞击行驶中线车道之自小客车，导致其翻覆，且于翻覆过程中，在与前方外侧车道3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，造成共计4人受伤。本案除伤势较严重伤者尚未酒测外，其余驾驶人均无饮酒情形。这桩车祸是发生伫昨昏尾暗仔5点24分，国道1号往北167.7公里的所在，一架小货车去弄到头前的自用的，造成边仔的车后边的车弄做伙，连环车祸，阁有车变过。计共有6架车相撞，造成4个人受伤，其中有2个人伤势较严重，送病院进前已经失去性命的现象。经过抢救，一个50多岁查甫人急救无效死亡，另外阁有一个是30岁的查甫人，经过急救了后恢复心跳，不过即马也是有性命的危险。